碧玉妝成一樹高。喂喂，呢首古詩好靚啊，係唐代詩人賀知章嘅詩。但係我哋學習古詩唔單止可以咁樣背啊，係啊，我哋仲有其他學習嘅方法㗎。今日我哋就帶大家嚟睇下我哋點樣趣味學古詩啦。第一招，唱歌學古詩。首先，老師運用 AI 為詠柳編成好聽嘅旋律，我哋就跟住唱，大家就好快朗朗上口。第二招，動作協助背詩，睇下手咁樣一擺，就好似柳枝飄啊飄，漸進化嘅動作比死記硬背快3倍。第三招，老師運用電子遊戲 WordWall，將首詠柳詩歌變成砌字遊戲，令我哋課後時間都可以練習。從遊戲中溫習，我哋玩多幾次已經背好首詩歌啦，感覺好輕鬆。第四招，古詩畫。將詠柳詩裏面優美嘅景色畫落嚟，柳樹、碧玉、春風，通通變成具體有色彩嘅畫作，大家都印象深刻。第五招，聽歌默寫古詩，我哋仲可以運用詠柳嘅 AI 旋律嚟聽歌默寫古詩，背起上嚟就更簡單啦。唱歌做動作，電子遊戲畫古詩畫，古詩就會變得好好玩。就係咁樣，我哋可以輕易令古詩動起來，學習就變得更有趣㗎啦。